镜头转来看咱国内台东兰屿为昨半暝到今仔下晡4点外，已经发生11摆地动，伫咧中华以南拢会当感觉到地动。其中规模上大一摆，震央是伫咧兰屿，规模有5.3，震度上大有4级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一礼拜无排除阁有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地区翻新海拔山就伫车到透早3:47，台东县南屿发生瑞士规模5.3地动。根据气象局监测，除了台东的南屿有到4级，屏东满洲2级，中华以南地区拢是1级。半夜的那个地震是比较大一点，就是有在观察啦，是不是要跑出去？那它们的规模大概介于4.0到5.2之间，地震彼此之间是有关联性的。以这个岛屿的为中心，大概周边20-30公里这样的范围，过去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地震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判断应该是规模5.3的地动是主震，主要原因是这个所在板块隐没，造成浅层破碎带能量释放，所以地动深度拢在10外公里。透早3:47了后，衰去伫透早5点，早起9点外到下晡4点。台湾东南部海峡加5.3的主要地动已经发生11件地动。欧亚大陆板块隐没到菲律宾海板块那个底下，然后形成了一个火山的那个岛湖。那这边地震也是偶尔都会有啦，只是没有像海山脉那么频繁了。我的印象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大概20几年，那个平均每一年大概也都会有2到3个规模5以上的这个地震，那4当然就更多了。会看本表示，全过去这所在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动频率并不悬，不过目前有个未来一礼拜内可能也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南山的地动，了后对往后路的民众也是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